两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时间已经到，所以咱先来练习今仔日礼拜要唱的圣诗吼。咱今日对头练到照顺序来练。第一首圣诗第23首，圣诗第23首，切鸟的主，海洋的主。这首圣诗咱真熟，所以咱先请苏琴对头到尾弹一届。咱来唱第1节、第2节、第5节到第6节。第1节、第2节、第5节、第6节。切鸟的主，海洋的主，转世星神的主，阮着怎样来敬拜、来敬畏？阮着怎样来阿罗？地动的主，暴风的主，地盆扫角的主。阮着怎样闪灾难？阮着怎样来呼救？咱来唱第1节、第2节、第5节、第6节。3来，切鸟的主，海洋的主，转世星神的主，阮着怎样来敬畏？阮着怎样来歌乐？地动的主，暴风的主，地盆扫角的主，阮着怎样闪灾难？阮着怎样来呼救？第5节，慈悲的主，对地的主，严忍受尽的主，阮着怎样献情爱？阮着怎样求和平？第6节，万地的主，神秘的主，慈悲怜悯的主，阮着怎样献祈祷？怎样实现你天国？第6节因为是上尾一节吼，所以伫收尾的时阵，甲头前的迄个 melody 较无共，所以等下咱伫唱的时阵，请咱小注意一下。当然，对第2节、第4节、第6节的时阵，女声的部分有分2部，所以你的声若有够悬，吼，会当唱起，欢迎大家来斗阵甲圣歌队吼唱顶悬，安尼听起来会对足好听。好，咱来看第2首圣诗第194首。圣诗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咱来唱第2节、第2节、第3节，先请苏琴对头到尾弹一届。第2节是对耳孔开始吼，开我耳孔，互我听见。你所传播福音真理，真理的声若入我心内，逐项虚假拢袂过来。当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便便爱你指示。开我耳孔，互我听见至神的神。伫即首圣诗内底，迄个爱你是爱，毋是听吼。所以咱咧唱的时阵，小注意一下好。第2节3来，开我耳孔，互我听见你所传播福音真理，真理的声若入我心内，逐项
是嘴唇。第三首，咱来看圣诗第42首。圣诗第42首，伊即个 melody 是较怎样讲？较有节奏的吼，所以较欢喜些。所以咱在唱的时阵，等下应该会拍鼓吼，所以咱在唱的时阵，得小可家己放开一下吼。啊，你要小可动来动去嘛，袂要紧吼。因为这首本来就是一首邀请的圣诗，所以唱起来会较欢喜一下安尼吼。圣诗第42首，咱来唱。第1节、第2节就是全首，啊，先请对抒情对头到尾弹一届。请来耶稣，照我所盼望，救主名，地救主有，三光团里一切改变，我面对你的保守，来逃帮受难的同胞，救因主高光的眼，你的听。第2节的所在吼，求你开光明的将来，你胜过逼近目前吼。所以等下咱在唱的时阵，请咱小注意一下。咱搁来将第2节搁唱一届吼，一个小前奏，谢谢。3来，请来耶稣你做龙婆，好世界的新创造，好万国能的新画面，配新中这新进度，求你开革命的将来，你辛苦别管目前。真好，等下咱唱的时阵，迄个 feel 就爱出来吼。咱今仔日练习的时间到这。礼拜要开始，请大家预备心来敬拜上帝。
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着夸耀伊的圣名，愿祈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着我靠上主甲伊的关联，不时祈求见伊的面。大家来吟圣诗，圣诗第13首，圣诗第13首，七教主爱安的主，请咱起立来传授。请由阮徛地，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地上帝，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圣囝，互阮遮的罪人，通得着耶稣基督得着救，甲上帝国度。当阮在领受你最最恩典，以及超过阮所想象想事的事，阮嘛要伫你面前承认，家己会无完全。有时黑暗显深，阮犹原选择沉沦伫黑暗中，来导向你的真光。有时阮骄傲，放袂落家己的经验甲传统习惯，用家己的偏见来代替你的真理，以到伤害人的自主。有时圣神在提醒催逼阮，阮却无要无紧，阮也无紧醒顺叹，甚至当作无听见你的话。有时，阮互生活压力甲世界价值摇了捆绑，伊到无将主放伫心里，
家己忧愁，真侪无见证的信仰。求主赦免阮的罪，怜悯阮软弱的信心，恳求主医治的稳定，安慰阮忧伤痛悔的心。愿圣神搁一摆开阮的心目，互阮通看见你的荣光，显明伫每一个单纯喜乐的生命中。求主帮助阮，亲像你的稳定甲权能，无再倚靠世俗的权势甲需要，独独倚靠你永远的信息甲无穷尽的怜悯，互阮对绝望中奋起，通见证你丰盛活命应允。主，你是阮的仰望，阮确信你复兴的应允。虽望阮软弱，总是求主互阮时刻记得你吩咐的大使命甲大诫命。开阮的嘴，互阮勇敢宣扬你的真理圣话，用真实的生命故事来见证你赏赐甲活命甘甜，互世上失丧的灵魂得到救，公义甲怜悯得到彰显。也愿你所赐下的仰望、和平、疼甲喜乐，伫地上亲像伫天。阮的祈祷真正有限，即时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送过来出声。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去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平安的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有赦免过阮的。无抵触阮，就叫阮脱离迄歹，因为国、权力、恩德，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们。请坐。请来看信息后面的经文，经文59篇，经文59篇，这是出自新约罗马书第10章，咱逐个来起印。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清理。圣经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伊会丰丰富富祝福予所有求救的人。不过，因就无信伊，哪会求救伊？就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趾软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信息？”不过，我要问：民间真正拢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做伙来用信息第194首，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济，同心过来祈祷，祝福满满天父上帝，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无尽的恩典，想使阮每时刻拢会伫学习用你的话语甲真理，行伫人生的道路。我们为着你所赐的福分，向你来感谢。这时，我们对圣经以及黄牧师的宣讲来领受你的话语甲教示，恳求圣神光照阮，开启阮的心门，承接对天来赏赐。恳求你赏赐话语，互阮腰带的心神得到把助，性命人生得到快乐。为伫继续地主行信仰的天路，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大家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记载伫新约圣经加拉太书1章11节到14节，请注意看，听我来读。加拉太书1章11节到14节，保罗安怎做使徒？兄弟姊妹，我明知我所传的福音，毋是人想出来的。这福音，我是对人领受，嘛毋是对人学习，是对耶稣基督来的启示。恁已经有听见我以前做犹太教导的时的所行所做。我愿意竭力迫害上帝的教会，要彻底甲伊毁灭。我比同一辈的犹太人，搁较积极遵从犹太教规，搁较热心遵守祖先的传统。愿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互咱日日更新，继续进前。这时，请圣歌队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敬拜。因所要唱的诗歌是《上帝平安的约》。
这时，请杨牧师讲道，讲道的题目是迫害教会的保罗。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日阿萨斯班通过一首《上帝平安的约》，带领咱来礼拜。迄个歌词中间，咧讲起着苦难的中间，咱来少念上帝大恩典，也纪念上帝信实的公义。因为上帝平安的约要甲咱三个同在，就那亲像早期的教会，迄当时遭受着扫罗的迫害，但是上帝奇妙的大恩典改变扫罗，互伊成做传播福音的使徒保罗。咱今仔日看到加拉太书，保罗在写这张批的时阵。其实一开始，伊拢无讲着感谢啦，即个客套话啦，一寡祝福的情况安怎，拢无。反倒等伊甲其他的册拢无共款，伊一开嘴，就马上切入福音的真律，甚至带着一种真迫切、紧急的口气，因为保罗知影加拉太地区的教会。迄当时内部有无共款的这个冲突啦，是讲意见发生，迄毋是一种神学的辩论，迄是关系到耶稣基督教会存亡要紧的问题。因为伊咧讲起，这个福音若受改变，实力界就失去伊改变世界的气力。教会若失去福音，安尼就剩一个宗教形式而已，就无搁属伫耶稣基督迄个新创造的群体。所以伫第一章的内面，保罗不断伫遐强调讲，无另外一种的福音，因为真正的福音，毋是人所设计出来的宗教仪式，嘛毋是犹太文化。传统所留落的，嘛毋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工具，乃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向世界发出一种新创造的开始。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内面，保罗搁进一步的讲起，这个福音的源头来源是啥物？伫这12章咧讲这个福音。我毋是对人领受，嘛毋是对人学习，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来。这个宣告非常要紧。保罗毋是伫遐讲我比恁逐个人研究搁较清楚，伊毋是安尼讲。伊嘛无讲我足够读神学，所以我发明一套理论，所以恁着爱照我的。伊无安尼讲，伊乃是宣告。福音毋是人的发明，毋是人的领受，乃是上帝的启示。要紧的讲，毋是人咧找上帝啦，是上帝亲自人来启示。保罗安怎证明这点？今仔日一开始，伊就要来证明，伊用家己的生命改变的故事来证明。伊的目的毋是要来讲一篇伊的见证。毋是咧讲着伊成长的过程来证明，伊主要要讲的是福音，耶稣基督伊安怎介入伊的生命。所以咱着爱转去到伫扫罗，也是讲保罗，伊还未改变迄个时代，到伫大马色的迄个日子，因为前伊悠远活伫旧世界的中间。旧世界的保罗，伊是热心、热诚、真优秀的犹太的新的学者。伊将基督徒、将教会当作是安怎异端，伫遐违背上帝。所以咱只有转去到伫早前迄个保罗的时代，才会当去明白为什么伊所传的福音。伊讲，这是完完全全是对耶稣基督来的启示，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世界的开始。
咱首先咱来看11节，安尼讲起，伊咧讲兄弟姊妹啊，我爱恁知，我爱恁知，我所传的福音，毋是人所想出来。这个我爱恁知，毋是讲哦啊，咱咧开讲哦啊，我凊彩讲讲的啊，恁下煞听听的安尼，毋是。我爱恁知，即句话是迄当时希腊、罗马的时代。法庭顶头，迄个辩论者，伊要做证的时阵，伊通常起头拢讲即句话：我爱恁知。所以即句话拿出来的时阵，会代表啥物？伊是一个证人，就若亲像伫法官的面头前举手讲：我恁来讲遮的事实。所以保罗伊毋是咧讲起伊家己得救的经验，毋是啦。嘛，毋是讲我伫遐要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毋是啦。伊是伫遐宣告讲，法官大人啊，陪审团啊，我现在安怎开始提出我的证据？所以对第1章11节，其实到第2章21节，即规段的中间拢是咧描写，亲像法庭顶头辩论的色彩。保罗伊照迄个顺序的讲起，福音的来源，这是一开始。过来，咱阁会读到保罗家己讲过去安怎迫害教会的历史，然后讲起伊安怎受呼召的经验。啊，到伫耶路撒冷，互其他的使徒认可伊的身份，然后伫安提阿的事件中间公开辩论。辩论的结果，就是咧讲起，人得到称义，毋是靠着律法，乃是靠着耶稣基督信息的恩典。所以看起来，第1章11节到第2章21节，保罗真正要辩护的，毋是为着家己啦，伊要辩护的是福音。所以伊伫遐讲，我爱恁知，这是一个辩护者。伊咧替福音辩护，其实福音嘛亲自为家己来辩护啦。因为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福音到底是人的发明，也毋是？其实照保罗所讲的，福音毋是出自人的发明，嘛毋是出自人的计划所产生的。这个福音是上帝主动介入这个世界，一个启示的行动。咱讲介入，顶解我有介绍一个词叫做 invasion。这个 invasion 就是入侵啦，冲入去内面，为着要创啥物？因为这个人互罗马压去，啊，变怎？要冲入去，这个入侵。invasion 进去，甲救出来。耶稣基督就亲像保罗所讲的，迄个入伫世界，这个旧的世界内面，耶稣基督入来，耶稣入侵这世界啦。就讲上帝侵入这个世界，的目的是啥物？是为着要来拯救这个旧的世界内面坠落的人，需要拯救的人，这叫做福音。福音是一个上帝的行动。如果福音是人的发明，人就会当怎去甲修改嘛？因为你所想象的你的发明，啊，你会当甲修改。哦，礼拜的过程，当时要祈祷，当时要读圣经，迄个听词，咱嘛会当小可有当时会改一下。迄会修改，迄甲福音拢无关系。真正的福音毋是人的修改，毋是人的补充。但是有的人无明白福音，抓准福音是人的发明、改良。所以伫前咱所看到的，保罗伫遐批判讲，有人咧传另外一种的福音，就是讲耶稣基督拯救无够，所以你爱加上啥物？加上割礼，加上这个。修律法，加足济物件。
家乡的物件，迄都毋是福音吗？因为迄是一种改良、改良、搁改良。耶稣基督无够，所以你爱加上犹太人的身份。十字架无够，你爱加上你爱成功。但是福音是完全出自基督的启示，是上帝介入这个世界的行动。所以保罗伫遐宣告：我所传的福音，毋是人想出来。这个意思真清楚，福音毋是人的发明，毋是人的制度，毋是人的权力的运作，搁较毋是犹太教的改良。有的人认为讲啊，基督教就是安怎犹太教的改良，迄毋对啦。福音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伊主动安怎 invasion 入侵这个败坏的世代，迄个是一个拯救的行动。上帝冲入来，为着要来拯救这个旧的世界、败坏的世界。所以犹太教加拉太书内面真正在争论迄个犹太教的。其实从来毋是角底的问题，是咱要相信啥物？是相信一套自我改良的宗教吗？还是要相信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冲入来伫这个世界，介入这个世界，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开始新的创造，创造一个上帝国的新的群体。教会就是这个上帝国新的群体。伫教会伫今仔日，保罗犹原伫这历史的中间，亲像伫法庭顶头做证的人伫遐宣告讲：兄弟姊妹啊，我爱恁知，我所传的福音，毋是人所想出来。你兄弟，真正的福音，永远毋是人的文明，也是讲改良的作品，迄是上帝。借着顶十字架死国外耶稣基督，世界所宣告，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开始、新的创造。所以教会的存在的使命是啥物？毋是去修补，毋是去改良，是活伫迄个新创造时代的一个记号。所以保罗对福音的理解真一致。伊伫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安尼讲：既然有人伫基督内面，伊就成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单拢变成新啦。旧的世界是迄个坠落现今邪恶的世代。保罗在讲，上帝介入世界了后，就成做一个新的人要变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嘛要迄个上帝国来行。一定袂改变，咱敢会退回过去迄种这个独裁的世代内面？其实咱放心，上帝已经引带人类的世界行向上帝国，咱敢会退回过去封建的时代？爱改变，改变正做行向上帝国。咱来看12节安尼讲起，保罗煞一讲，这个福音我毋是对人所领受，嘛毋是对人学习，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这个义感，其实就是安怎，将迄个舞台顶的布安怎拍开啦。咱讲揭幕仪式，迄个拍开迄个布了后，才知影讲伊要演什么戏。迄个拍开以前，咱拢毋知影到底是要变什么梦。但是拍开了后，咱伫遐看，原来这个故事、这个信息，就是安尼。迄个天启，就是拍开的意思；启示录的启示，就是安怎拍开的意思。咱拢想到启示录，启示是亲像末日共款。迄个看到末日末日的电影，世界末日，哇！迄个陨石撞地球啦，这个大水、大风等等遮的，那亲像人类的世界要毁灭。其实圣经内底讲的启示，毋是即款的。
启示是互咱知影讲，上帝的计划是啥物？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咱讲 invasion 入侵，这就是启示啦。启示咱要行啥物路？直到启示路，最后甲咱讲安怎？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海也无搁有，海是一种极权，是一种毁灭，但是新天新地无有遮个，咱嘛无搁流目屎，无搁哀伤，因为新天新地，迄是上帝要带咱去的所在，迄是一个美丽上帝国的境界。这叫做启示，所以启示毋是讲世界的末日，天崩落来顶顶遮的，真正启示最后要互咱看到的是新天新地。敢会记得咱咧看这个以赛亚书的时阵，最后第三以赛亚的后壁，先知咧讲，将来有新天新地。所以旧约咧讲新天新地。到伫新约，才继续互咱看到，原来新天新地是啥物情形？这个世界的舞台，迄个布拍开，迄个拍开了后，人才知影讲，哦，原来咱已经伫上帝创造的次序内面，开始一种的新创造。过去的保罗，伊嘛是安尼。过去的保罗，伊活伫过去的时代，伊努力遵守律法，伊热心维护因祖先的传统。伊搁较咱讲激进啊，伫遐怎捍卫犹太教的纯洁。伊抓准这是要服侍上帝，所以伊开始要迫害教会，伊抓基督徒抓去关。伊抓准替上帝一拄起遮个异端。保罗讲起，当伊伫大马士革拄着国外耶稣基督了后，伊的世界观完全改变，因为这是上帝安怎 invasion 伫伊的生命内面，入侵他里面。过去伊头脑所想的拢是维护犹太教的迄一套，但是伊经验到的。上帝点伫伊的内面，完全改变，所以真正需要受拯救的，毋是遐个伊认为有罪的人。保罗发现，真正需要拯救的，竟然是伊家己人。所以这款的理解，已经将伊的生命完全颠覆。所以，毋是伊伫遐找上帝，那伊是上帝安怎进入伊的内面，让伊来启示。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其实毋是一套讲啊，伊发明的宗教铁盒，毋是，嘛毋是伊改良犹太教，嘛毋是。有人咧研究保罗讲啊，保罗吼，伊是安怎这个改良犹太教。毋是即款的，伊本身就咧做一个辩护，伊咧做证，是因为伊经验到耶稣基督，所以互伊的旧世界的价值闪开，换上迄个新的启示。所以过去伊活伫迄个旧的启示，哪准是启示共款？迄个旧的。迄个旧的世界的启示是啥物？相信金钱会当拯救这个世界，相信凯撒会通带来和平，因为帕斯多曼罗马和平，这是迄当时所统治者宣传的。罗马的凯撒、罗马的皇帝带来罗马的和平。但是咱看到福音毋是安尼讲，只有耶稣基督才会通带来世界的和平。人相信武力，人相信经济，
甚至犹太教认为，只有守犹太教行割礼，世界才会当安怎得到拯救。但是保罗，伊领受着上帝的启示了后，这启示甲旧的假的启示的冲突，互伊安怎完全的改变。其实启示甲假的启示、旧的假达的冲突，从来拢无离开这个历史。就那像今年7月15，香港的警方引起安怎没收真侪迄个独立书局啦。引起没收的原因是啥物？讲因卖一寡意图煽动的书刊图物，煽动人看嘛无拄拄安怎会受伊影响啊？伊就开始咧讲恁看这个册会受煽动，所以安怎关骨来经掠骨来的人。我看到迄个电视，咱最近嘛有人传互我，讲一个女孩子真勇敢，伊身躯顶去领衫，写啥？我是书店店员。人迄领衫其实安怎？迄个淘宝都有咧卖啊，你敢知？嘿，人卖迄去创啥物？做者册店的店员，就是穿去领衫，互人知影哦，原来你就是店员，我有啥物代志？我就甲你问，我要找什么册，我就甲你问。一个真平常的一领衫，竟然安怎，互人当作是安怎？哇，那亲像夜衣冠青共款，这是非常荒谬的代志。所以伫网络上，就有人开始出现另外一种声，莫卖遐个册就无代志啊，莫讲遐个思想就平安莫吸遐个议题，你就安全啊。这叫做啥？感觉很务实，对毋对？但是咱若深深甲想，这拄拄反映一种安怎旧的世界观念的世界观，这是种假的启示啦。伊会甲咱讲自由伤危险点点较安全思考会惹麻烦，顺服甲是安怎？求生啊！问题毋是伫压迫，是有人开始大胆提出问题。所以当人开始接受一寡想法开放的，毋是制度需要去改变，乃是遐个思想开始安怎伫遐来消失受检讨，这拢是旧的世界。当社会行到伫即步的时阵，已经讲迄个旧的束缚悠远伫人的心内。保罗过去嘛是共款，伊伫大马色以前，伊拢抓准伊咧维护即种的真理，所以伊真遵守迄个犹太的律法，所以伊掠消灭教会。就是服侍上帝，伫到国外基督伊显现，伊才发觉，原来我维护的毋是上帝的国，是一套安怎？早伫犹太教的内面的权力结构，因惊因的迄个旧的世界的价值观消失去。启示真正的溃烂是啥物？是要互人发现，原来咱过去错误的价值观，是伫迄个邪恶的世代内面。所以福音是上帝对邪恶的世代的 invasion 入侵，是要来进入这个邪恶的世代内面，要将人救出来。所以真正的福音，毋是永永远远叫一个人你着安怎？你着爱顺探，你着会当较安全。真正的福音，互人学习新的眼界。旧的世界讲，你毋通去想伤济，莫去思考，安尼就好啊。但是基督安怎讲？咱着爱追求真理。当世界讲你念念无声，但是耶稣基督爱咱
出声做见证。这个世界检采甲咱讲，咱是适应黑暗就好啊。但是基督安怎宣告黑暗结束？因为光照伫黑暗中，黑暗毋捌赢过光。所以黑暗毋是世界的终局。安尼世界的终局是啥物？是即时的神创造的开始，直到伫一日新天新地。所以教会的使命，就是互即个惊吓的世界看见迄拍光。教会毋是比别人搁较勇敢，是因为教会已经看到，因为迄个启示已经拍开啊。拍开，互咱看到迄位受定十字架耶稣基督，伊对死国活，伊是真正的主。所以加勒太书会提醒咱，真正的启示，毋是人的敲吹，真正的启示是基督亲自将伊拯救的代志拍开。所以这个世界无搁用罗马皇帝凯撒做中心，这个世界嘛无应该是用犹太民族做中心，嘛无应该是用市场、用武力做中心。这个世界的中心是迄位受定死伫十字架顶对死国活的主，所以福音是这位主亲自的启示。接着咱来看13节到14节，保罗伫遮继续安尼讲，我前做犹太教徒，这个犹太教这个词，规本圣经敢若出现2位，就是今仔日所读的13节到14节。这个词上早伫什么所在出现？伫马加比历书，马加比就是耶稣出世以前，犹太人有一个独立的时期，伫主前143年到63年中间，80年因会独立，成做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所以因迄当时，因伫遐捍卫犹太信仰，所以因后来就是称这个犹太信仰叫犹太教。所以犹太教这个词是迄当时所有的。所以因为着这个民族的生存，因伫遐坚持，咱就是安怎爱照犹太教遮的律比、遮的宗教领袖所定的规矩来生活，所以成做一种极端的宗教主义，迄是迄当时所有的。所以为着咱讲凝聚迄个这个马加比王朝，要将百姓来这个拥护，请百姓来拥护的时阵，因是用宗教主义来连结，嘛是种犹太民族的认同啦。换一句话，保罗伊讲啥？伊毋是普通的信仰者而已。伊讲我是做犹太教徒。换一句话讲，伊是彻头彻底的迄个犹太宗教的狂热分子。迄个狂热，保罗安怎家己描写家己？伊讲哦，我极力迫害上帝的教会。这个迫害会抵抗就是迫害，会抵抗就是安怎？过去未完成事啦，就是讲哦，伊不断到现今，伊犹原会迫害啦。所以你甲看伊的热狂，伊的热心啊，哦，迄个狂热，哦，毋是干那一时阵，伊是安怎不断伫遐来迫害。所以保罗毋是，咱讲不是偶尔去抓基督徒，毋是，伊是一个职业级的迫害者。圣经内面，使徒行传内底描写着，司提反顺道的时阵，伊是徛伫边啊，会创啥物？过衫？你认为过衫是小弟哦？毋是啦，带头的甲过衫啦，要杀死人的，迄拢小弟去做。因为衫迄当时是真贵啊，
哦，啊，伊带头的人来，衫拢互我顾，来拍。伊是大哥啦。所以保罗伊伫迄个迫害的中间，所以为什么伊会当摕到犹太教公会互伊的公文，摕这个公文四界去掠基督徒？这就是保罗的早前是安尼。保罗伊并毋是讲伊无相信上帝呢，伊是相信上帝，甲去迫害教会。伊是因为宗教热诚，才成做教会的对敌。所以咱来理解，宗教热情不等于认识上帝。今仔日足侪基督教徒嘛是共款，抓准家己是非常的宗教热情，但是安怎？迄无拄拄是等于上帝呢？不等于认识上帝。这甲迄个穆斯林共款，有一寡穆斯林吼，非常的狂热，甚至安怎会发起圣战，迄款的狂热等于他认识阿拉吗？咱讲阿拉其实就是安怎上帝啦，伊敢认捌上帝？无呢。所以历史一再证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过去迄个十字军东征嘛，捌发生过；宗教裁判所嘛发生过。20世纪的德国德意志基督徒运动，迄当时就将基督教的信仰安怎纳入纳粹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机器内面，开始对其他的民族来做迫害。所以，当一个信仰高举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时阵，国家主义赢了悬悬，基督的名就安怎愈低啦。所以这是一个危险。所以14节，保罗继续讲一句话，讲我比同一辈犹太人搁较积极遵守犹太教的规矩，热心祖先的传统。迄个顺探好好把它翻译成长进啦。迄个顺探原本是军事的用语，叫做啥物？冲锋陷阵。所以伊是用军事的用语来描写伊本身。你啊看，伊是冲锋陷阵，冲第一个。保罗的人生，若照迄当时，伊安尼冲啦，无偌久，伊就有可能安怎？成做犹太宗教上悬的领袖，因为伊迄当时已经是耶路撒冷，已经是上少年轻的学者。伊的老师是安怎？rabbi的rabbi，讲大rabbi的学生。伊是一个真有未来年轻的教授，会通引出未来的犹太宗教。所以，伊的血统纯正，学历、传统、人脉，伊的资本、宗教声望，你啊看，这款人，但是安怎？当上帝 invasion 入侵伫伊的内面的时阵，完全改变。伊放弃伊原本所有可能得到的名声、地位、权力，伊放弃。伊完全放弃，嘛包括放弃伊过去的违法的旧的价值。这是一个真无简单，这是保罗上大的悔改。伊毋是讲我伫道德上做一个好好的人，毋是，迄是完全世界观的改变。咱要注意，圣经上帝拢无替保罗改名呢。扫罗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扫罗。那换做希腊文叫做 Paulos， 叫保罗啦。扫罗甲保罗其实是同款意思吼。伊的名无改变，但是伊改变的是啥物？伊整个的价值的改变。所以基督来毋是要来改良保罗，基督来是要终结，咱讲终结保罗迄个旧的时代。所以保罗的传福音，伊毋是一种宗教的发明，
毋是一种我信耶稣，我的灵性提高，毋是啦。真正的信仰，毋是一种灵性提升的课程，毋是，乃是要完全改变咱对旧的价值，变换成做新创造的价值伫咱的内面。咱个想看卖，这40个经文会通带互咱什么款要紧的启示？我提2点甲咱分享。第一点，信仰的狂热啦，有可能会带来危机。加勒太书他带咱读到13节到14节，保罗第一次要讲起家己的过去，伊讲家己过去的生命的故事。这甲迄当时迄个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内面讲的4要素，其中有一个诉诸品格 ，ethos。我要写过予人，讲我是啥物人，我是啥物人，予人信任，这叫品格。所以写信要博取别人的认同。所以保罗伫遮爱讲的，敢是要予人认同伊？伊毋是要塑造他英雄的形象的，伊是要讲到伊的不堪啦。我过去是啥物款，但是我予耶稣基督改变。所以首先，保罗要讲起伊过去犹太教的经验，伊毋是一个徛伫边啊，一看的一个教导，毋是，伊是安怎彻彻底底委身投入的信仰实践者，还是讲狂热者？大家人拢知影伊，因为知影伊是犹太教未来上有可能带领的领袖，但是互人着惊是这个热狂、爱上帝、爱律法、爱传统的人，这个迫害教会人，竟然安怎会改变？所以宗教热情无等于是认捌上帝，信仰的委身嘛无代表讲你真真正正尽忠伫福音。保罗互咱看到的是这个完全上帝介入伊的生命的内面。伊毋是讲活伫旧的迄套，伊是完全接受耶稣基督。伫保罗迄当时因的世界观，因拢掠准弥赛亚，要带来民族的复兴，要拍败外邦的帝国，恢复以色列的荣光。但是耶稣基督竟然是一位安怎？互罗马帝国钉死伫十字架顶，迄个钉死伫十字架顶的，对犹太人来讲，无可能是弥赛亚啦，因为《申命记》21章23节，迄段经文来讲，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诅咒的。所以对犹太人来看，耶稣钉十字架。罗马帝国判伊死刑呢？这不是强盗吗？还是叛乱分子吗？一个受咒诅的弥赛亚，无可能，这是犹太人、犹太教的想法。总是耶稣基督的国话，保罗显现，伊才发现问题不是基督无符合伊的期待。是因为伊的期待伤细啊，无法度安怎理解上帝完全的作为，所以上帝迄个启示拍开，保罗甲认捌原来我认捌的上帝安怎是遐尼大、遐尼奇妙。所以保罗最大的悔改，毋是歹人变好人。保罗最大的悔改是安怎？将过去错误的观念放下，接受新创造的价值。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的。
随讲任何的宗教的狂热，拢会带来无共款的危机。但是咱搁爱有一个搁较开阔的心胸，知影上帝的计划新创造所带来改变这个世界甲社会的价值。第二项要来思考的是，上帝有缘会通改变上无可能的人，上无可能的事啦。当加勒泰教会第一遍听到保罗的故事的时阵，你定安怎感受到讲太有可能啦？所以逐个人拢伫遐看，太有可能。所以保罗有一站安怎去到伫安提阿了后，伊后来转去迄个伊的故乡大苏，太有可能。迄个过去摕着大祭司授权的文件，四界掠基督徒，竟然今仔日咧宣扬基督的福音。过去的迫害者竟然成做使徒，过去的敌人今仔日竟然成做兄弟。这对因来讲非常无法度理解。福音上大的神者，敢是水变做酒？毋是，嘛毋是有凭恶语啦。福音上大的神者，就是一个人的性命完全彻底翻转。过去活伫迄个旧世界思考的人，互上帝带入新创造的中间。咱过去对教会的使命的理解，点菜拢伫遐讲大使命、大诫命，其实搁较要紧的是安怎？要带咱行往上帝国。因为耶稣来到世间，会讲一项代志，恁爱悔改，上帝国近啦。所以耶稣是一个上帝国运动的实践者，伊嘛邀请咱进入这个上帝国的运动。旧的世界已经过，但拢变成新。既然人伫基督内面，包括人，包括社会，旧的代志拢过，拢要变成新。所以福音上大的新者，毋是水变做酒，是彻彻底底将咱带入新创造的内面。所以保罗的故事往教会的宣告，也互咱知影，毋通放弃任何的人，毋通轻易对这个时代来绝望。咱有当时看到民主的发展，啊，他会阁安尼，阁安尼，那亲像行倒头路，咱的信心失去。但是两位兄弟，咱爱知影，这都是上帝国新的时代，甲旧的价值伫遐游来游去。但是咱相信，世界的历史是行往上帝国。一边是保罗所讲的现今邪恶的世代，迄个邪恶的世代充满罪恶、死亡、律法，也是讲权力、民族的骄傲、权力的控制。但是耶稣基督国外拍开一个将来的世代，这个将来的世代是一个稳定、自由、新创造生命的新世界。所以所谓的另外一种的福音，就是要将咱对迄个新世界的价值诱转去。讲啊，安尼无够啦，所以咱爱加上遵守律法。啊，安尼无够啦，咱爱行割礼。刘兄弟，咱的世界有当时就是咧甲咱讲，教会无够啦，咱就爱加上啥物？其实上帝会互咱看到，伊进入这个世界，伊就有能力帮助咱行往新天新地。只要咱一步一脚印跟对伊。伫今仔日台湾的社会，共款面对这种的拉锯啦，面对迄个威权的扩张、认知战、资讯战、民主制度受挑战，真侪人
会去相信，讲吼万分比理解搁较有效，恐惧比盼望更真实。有人咧弄迄套，讲前几工有一个记者，一个德国之声的记者，伊来访问我，伊讲迄个石板民夫互人拍了后，台湾政府敢会缩紧对迄个应不应该缩紧对香港来台湾的人的入境？我甲讲台湾是民主国家，有民主制度会行过去亲像即款的林隆基被波油区香港人伫路的去互人拍也是讲石板民夫叫人拍，过去拢是用一般的民法去处理因若无告就煞即摆政府啥提升到法律战，因为7月初一开始，中国用啥物？用民族团结法去处理这个代志。恁若甲伊无共款声音的，伊就安怎？就将你判有罪，这是危险的。所以咱即摆政府已经提高安怎到迄个国安法的层次啦。所以即边迄个石板民夫伫台中去互人拍，抓到迄个人，即摆毋是用一般民事的去化解，是用啥物？是用国安法去判这个代志。你听说，有个人拄着即款旧的势力极权要来危害咱的时阵，就通过即款的方式，要将咱扭转去迄个旧的世界。讲上好完全禁止，拢莫来。安尼拄安怎？显示台湾毋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呢？独裁的国家才会安尼做啦。台湾是一个行往民主自由的国家，民主自由会通较晚近上帝国的价值，这是咱爱去明白理解。愈有民主的所在，愈袂惊迄个认知作战，因为咱拢知影分别啥物是真，啥物是假。耶稣甲咱讲。真理要互咱得到自由，真理要互咱得到自由。7月15日，伫香港迄个书店册店互人关起来的代志，有人就传一个问题问我啦，讲恁台湾敢有咧卖迄个这个中国的这个书籍啦？为什么台湾不能卖？香港我们不能收安尼。我讲台湾买会着啊，我捌去旧书摊去买着毛语录呢。只是迄物件无人看啦。刘兄弟，行往一个民主自由的世界，这是咱今仔日台湾爱去固守的。以前英国的作家迄个狄更斯，伊写迄个《双城记》，一开始。有一句话讲，这是上好的时代，也是上歹的时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妄的时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这当然咧描写着迄当时法国大革命的写照。其实这就是互咱看，保罗所讲的，现今邪恶的世代，将来的世代。咱今仔日就是活伫即款的世代，要行往上帝国，也是要行回头路，转去到伫独裁极权的世界。咱已经行往上帝国，无应该行回头路。咱嘛毋望咱的世界无行往过去独裁、掠人最中心的世界。咱的世界应该安怎？行往上帝国的世界，咱来做阵努力，也无就失去咱做一个上帝国子民的身份。咱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呼召阮，成做上帝国的一份子，互阮参与伫上帝国
的运动内面，军队耶稣基督的脚步跑走伫世间的每一日的脚步。阮伫你面前恳求上帝扶持阮、引带阮，明白你的旨意，跑走头前的路。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名，阿免。咱来用回应诗，信诗第42首，信诗第42首，请来耶稣万所愿望，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下面是公道的时间，咱有3项代志要接来祈祷。第一，为着设教130周年教会史甲专刊的编辑；第二，为着快速变迁 AI 时代会当有信用的智慧；第三，为着专制威权国家受迫害人民的自由。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请客家委指示祈祷来结束。至尊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引线，互阮今仔日伫遮组织来领受你的话语。今年是教会设教130周年，感谢你的带领，求你赐予教会历史甲纪念的福彩，互参与的人有耐心记录你的作为，互后代会当继续见证你的信仰，互一切荣耀拢归伫你。特别上帝，面对 AI 发展的时代，求你赐予阮智慧，袂互阮失去对你的倚靠，帮助阮伫即个时代继续服侍你、荣耀你，用人的疼心甲公义面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代志。上重要是互阮伫改变中，阁会当坚守信仰，跟对你的脚步。慈悲疼痛的天父，求你怜悯在威权国家中受迫害的人，安慰因受苦的心，保守因的安全，互因毋忘。求你赐予公义甲和平，互迫害袂阁发生，互阁较侪人有自由、民主甲平安。愿世界充满你的慈爱甲光明。我安尼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这时，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
请大家起立，迎奉献时，请做咱的祈祷。请坐。请来看即礼拜周报通知事项。7月份，这个长老就由县长老报告第一项，巡会馆姊妹林永球牧师已经伫7月15完成订婚。今仔日地饼会要甲大家分享喜饼。结婚的感恩礼拜定伫9月19拜六下晡3点，伫个圣公会圣约翰座堂举行，恭喜！第2点，牧师团7月起，开始传讲加拉太书的信息。加拉太书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成做宗教改革的重要的神学基础。宣告信徒伫其落内得到真正的自由，而且勉励教会我靠信心活出听甲真理的性命。邀请兄姊同齐进入领受上帝话语的丰盛恩典。第3，设教130周年的感恩奉献。今年是本会设教130周年，要举行教会巡礼、出版历史的专刊、礼物志、制作纪念品、书展览。11月份，11月22日会举行设教130周年的感恩礼拜。礼拜后，阁有爱参加新书发表会，全部费用差不多有算是130万。目前奉献金额约略有收到18万左右，敬请兄姊同齐来关心大道，献上感恩的奉献。第4，欢迎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的守护台湾祈祷会，同齐为着上帝国大道。第5，本会会友邱凯丽老师，嘛是传道书甲台神的助理教授，伫7月13通过中会牧师的资格讲道，成做牧师候选人，恭喜。第6，风灾师的培训报名，为着强化风灾甲社会的韧性，教会要办理第4期的风灾师的培训，欢迎大家来报名。时间是8月22拜5甲拜6，地点是咧教会美苑教室。这个认证是爱2天拢有参与培训，而且先搁测验有通过，才会使摕到迄个风灾师的资格。最后是本教会全教会的演讲会，伫8月2号，主题是热门诈骗趋势甲预防宣导。因为诈骗的手法一更新，诈骗的组织利用上新的科技甲临时的弱点，一直伫演变骗钱的方式，所以互无共款年龄，也是背景无共的民众，拢一歹防范。教会有邀请中正分局的警官来说明，欢迎大家当来参加这演讲会，时间是8月2号上午的11点。地点伫个教会美苑教室。本个消息，请大家看。定期重要事工、教界甲讲座消息，大多事项饮酒奉献、分酒聚会甲事项安排，嘛请兄姊家己看。即时请牧师来介绍新朋友。伫遮来介绍新朋友吼。
首先来请迄个应求牧师甲慧娟请起立，好无？咱直接甲因拍鼓啊，甲因恭喜。好，多谢。手部内底有消息吼，请咱做阵来甲因同欢喜来伫结婚礼拜中间为因来做见证。今仔日中昼吼嘛，等下吼地饼会中间伊就甲咱来分享因的喜饼啦吼，多谢。伫遮我来介绍今仔日来到伫咱中间的来宾吼。首先来欢迎的是桂林姐姐姐吼，对美国吼来到伫台湾，来请起立，互咱熟悉。多谢。我知影讲会带一站时间吼，所以咱会时常见面吼。过来介绍的是文碧乡的乡亲吼，对义务教会来，咱玉平这个咱雨辰来请起立，互咱来熟悉。来请坐。等下伫这个雨伞骹吼，咱做阵来祈祷。过来介绍的是陈玉洁黄玉洁，拍摄。黄玉洁在哪里？刚走了哈。好 ，OK。咱来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赐阮甲咱每一位三弟弟。做伙来念算会诗，圣诗第396首，396首，至是天父，愿感谢你。请起立，临时后请牧师来祝祷。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受的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与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兄弟，白岛散会，今仔日的礼拜到这，后面中庭有地饼会，欢迎做伙交易。若有新朋友甲需要带倒的兄弟，请到礼拜堂前庭，有牧师、长老同工为你介绍，也是带倒。